起来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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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大家播声，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，台湾。阿文家庭才完成走出西拉雅的关卡，想要到搁收到新的任务，按去高雄海港。接下来搁有啥物任务咧等因咧？这个任务竟然伫海边。接下来要来高雄基丁，有一位挂目镜的先生。挂目镜遮侪人是，拜托的，即马大家拢嘛近视，大家拢挂目镜。可能10个有9个。当咧机后灯塔等你，伊就是关主。哦，这个线索歹找哦。一个伫山顶，啊，一个伫海边，是啊。咱转撞来撞去的。我好无简单，往山内行遐深，啊，怎么搁要爬倒转来，爬到海边，即摆是咧甲阮欺人。而且人是较济，啊，毋过。是要行倒位啦？我是感觉哦，关注应该拢会秘伫咧足高怪的所在，像迄个崩坑内底有。崩坑的有人？哦。迄个内底毋有人。看卖啊，看卖啊！无伫凯比内底哦。不要入去啦，无遮无聊吧？遮一个挂目镜。啥拢人啊？我感觉这个较贴实，伊摕一个房啊。大哥，歹势，请问你敢是关主？是。这样都吹啊！老师歹势，请问安边哪甲你称呼哈？我做郭志清。志清老师。哦，好，老师你好。恁两个是为谁来？我是阿文呐。我是阮为。我讲位呢？内门来。内门啊？离遮足远咧。对啊。毋过老师，阮拄仔看牌啊，伊是写高雄灯塔，这是基后灯塔。是同一个所在。咁同位。做高雄灯塔。以前合做基后灯塔。是安怎会改名？时代进步啊，城市以前合去打搞，日本时代了后就做高雄。即马高雄。所以即摆这个高雄灯塔。都改名就对啦。换过安尼。老师，所以线索甲阮带来遮，安尼即摆的关卡是啥物啊？咱今日主要是要来看迄个19世纪吼，迄个苏格兰的医生马雅各。马雅各。就是甲汤姆森做伙迄个马雅各。迄个马雅各吼，迄个1865年伊先来，1871年伊较为迄个厦门带汤姆森来。带汤姆森来遮翕相。落冬了，佮带朋友来遮翕相了。对。咱都行大去，行了就闯关成功啊，干嘛呢？是。但是要找一个。讲起来简单啊，毋过做起来应该。老师会甲咱带路啊，老师。赞。特动。老师，你是讲要出发，咱搁伫遮？系啊。我带恁来看这点吼，足精彩。这就是迄个汤姆森吼，1871年伊翕的一个基丁的一个上界水的一个景，你看吼，就这个景。就是这？是。你看这有一个半岛对不？基丁半岛，就是为咱遮一直看到南边，这拢是基丁的半岛。这片拢是哦。拢是。迄个山峦敢是甲这个小港。是，这个山峦有无你有看啊？那个山峦够低的，上界奇妙的就是，你有看这两张树啊？树搁低的吗？树啊搁低的。伫倒？伫遐，你甲看，这两张树啊叫做台湾海藻。活足久啊，这。8档。8瓦档。伊知影遮足水，所以迄个马雅各伊就带去来遮翕一张相。这是足珍贵一张相，真正是非常珍贵。我看你马上甲我翕一张哦，安尼我以后8档我以后，我来当。你的相片爱留好，伊个85档后，你孙仔来找我。孙仔来找遮看个有变无？对啊。即摆搁落吼，我甲你介绍一个足重要的所在。老师，咱对顶悬行落来，遮毋是有停车场？老师是咱为步咧要换坐车哦。带咱坐车吼？毋是安尼，因为这个也足重要。这个点毋是我后面讲的哦。迄有迄个文献做佐证哦。搁有一张图塔看哦。这张图是迄个大概7、8年的时阵，迄个英国领事馆的领事，去画伊的厝内底看
看港口画一张图。哇，咱来看吼。领你甲对，书你甲。安尼是看袂出呢，老师你甲看吼，安尼吼有无吼？这是倒位？这就是咱头拄仔位登。啊，咱行落来，啊，就是遐啦。迄个山轮啊咧。这就是这个港口，有这个港口。啊，这个港口，哇，像你看，水呢。经过迄边。这石头佫有伫个有无？啊，这。这石头。啊，伫迄个。啊。我甲恁讲，上界重要的，迄个1865年马雅各，就是伫这个遐登陆的啦，嘿啊。哦，所以你看即马人咧做步道车，时间就是一样较早样对遮落船哦。以前遮就是沙滩，迄个马雅各咱大家知影嘛，伊是迄个医生，医生兼传教士，对，所以就爱起教堂嘛，对，佫爱去迄个医生馆，医生馆，你看哦，是咧倒位？吼，就是以前的这个打鼓礼拜堂，加打鼓医馆。毋过老师无啊，空空啊。哎呀，这厝是即摆拆掉了吗？我甲介绍，迄个第二厝是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日本人伫遮吼做迄个修船厂，所以就把迄个山挖掉，挖一半，几片啊，挖一半，沙片过拢挖起来。是挖一半吼。虽然吼，这个打鼓医馆吼，遮无伫啊，但是吼，咱即摆迄个基丁的医院吼，一道迄个画马雅各的故事，我们来纪念的。来纪念啦，做纪念性。这个打鼓礼拜堂无伫的，但是咱有一间新的迄个基金的教会。哦，够教会。打鼓礼拜堂诶延续的所在。哎呦，我带恁来。我今晚有去来。听老师讲解了，较来看。规个感觉是无共的，无相共。这角是对，这角是对，啊啦，迄个对照去相片顶悬，倒位是倒位，你会感觉哇，你会感觉迄个时间拢安尼倒起来迄种感觉，忽然间感觉就有历史的意义的。迄个庙伫遐嘛，迄个天后宫，所以通常迄个庙头上拢是上老远的所在，这个上济。所以以前两边遮拢迄个商店。哦，拢卖物件，啥物拢有就对啊。杂货店，洋行就是进口的，舶来品迄种。哎呦，洋行。哦，这是你细汉的时阵，阁有吗？无，这我研究错。哦，你研究，你无看过啦。我老。哦，歹势。我讲，来这个所在哦，要恁看一个迄个我最近研究出来的物件。哦，上新的哦，还未发表过吼。来。咱头拄仔讲迄个马雅各是伫对呀，爱拄仔来的时候，伊遐岁数大。所以1865年的时阵，伊来自这个天下第一街，甲迄个遮的人岁数大。岁数，小有野厝啊。有哦，我跟你讲，咱即摆看一个足重要的所在。阮最近研究出来。上新的研究吗？是。还未发表。马雅各。头一知。岁厝伫对，你知影无？唔知。这间。这哪有成啊？这有迄个，这啊古，厝遐个是，唔是啊，佫有铁门的，马雅各搭铁门的啊。我无袂讲，有照片，是这间。确定是这？一楼一间哦。当然厝有改变过，以前是2楼啦，以前2楼。较早伊就住2楼，够厉害的啦。因为楼顶马雅各住楼顶，楼顶卫生较好，空气嘛较好啊，伊的迄个仆人吼。住伫个楼下，住伫啦。我搁甲恁讲，住伫遮上界重要是楼骹，就是伊会当甲看病人，开医生馆。医生馆。下骹是咱看病人，而且看病家己住楼顶啦。医生馆了，伊下骹嘛是算于公教的所在。团教安尼。是，所以这个也算足重要一个所在。所以是你上新发现就对啊。就是这张相片。那算是真多功能的一个迄个。咱两个是，老师，咱两个是头一个知哦。赚到啦！我无想过马雅各医生真正住过遐，最神奇的，捌住过的所在，你嘛伫遐甲台湾人看病，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一个文化的记忆吧。我说，我带两个少年呢。欢迎你来。我说你好。老师，卡多讲，
这是玛雅个教会位山顶山顶，啊，一边去刷落来。迄个时阵伫遐拆掉啊，了后来就刷来这个所在安尼。嘿。啊，毋过我会记得我细汉有来过这毕业旅行，我无看过这栋呢。哎呀，这个是真新这栋吼是2009年的时阵吼，啊开始阵拆起来电起的啦。哦。啊，2013年才起好。听起来真正就无简单的160年进前。160年。为迄港口来到遮，啊伊的骹步一直传到即嘛。真的。系啊。其实啊，这是差不多上早的教会啊，对这个所在吼，伫南部地区开始嘛，对马当医生开始一直传到台南那高雄，甚至上远伊用行，一直传到真远的所在，安尼。嘿，路行，对啦，来马沙，六姑，哎呀，啊左镇，嘿，这拢是伊捌行过的路，嘿，啊所以其实伫当时足辛苦啦，无像咱这啦，咱就车落来啊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太方便。经过咧100多年，迄个马雅各医生伊行过的路，伊传的福音已经甲在地社区已经夹做好，社区的生活已经分别开安尼啊。啊，其实啊，咱知影讲马医生是将西医带入来，甲伫台湾的第一个人嘛，为着要直接从伊就开始学台语，啊，所以甲遮的人拢拍做伙，用别人的语言来甲因沟通啦，真无简单嘞。讲英文可能当时无人讲。我是讲啊，伊毋知你讲啥物。较二传啊。对啊。以早学生时代对玛雅各的迄个熟悉，就是为历史课本顶悬，啊，就短啊几页啊。啊，有一个我较感觉甲玛雅各较亲切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是伫新老病院出世的。啊，这新老病院就是玛雅各去创立的嘛。啊，以早若来甲基丁，你囡仔囝尔嘛，无迄种心思会想要去了解历史的故事。来遮就是要食冰啊，要耍水啊，啊要坐迄种大缆车安尼尔。所以这届搁来基丁学到的物件真侪，真有意义。咱来看一个特别的所在。哦，内底有。这我有影毋捌来过。真的，这是有哟，真水呢。嘿，真特别吼。啊，咱头拄来有一个古道吼，啊，其实佫有一条迄个水道吼。你倒位啊？迄咱头拄来迄片吼，迄片是内海嘛吼。嘿。啊，还有一个名叫做迄个打水湾。哦。就是迄个洗船啊在出迄个前期的水。哦。所以有个打水湾。打水湾。我补给安尼。嘿，是啊，足早荷兰时代哦，400当前，迄个洗船的人就知影讲，才有迄个清水。是会当啉的啦吼。对，山顶流落来的水。应该厉害咧，安尼嘛知影。因古早人就知影。哦，那这个啊。真的。无胡白讲哦。我拍一张相片给恁看。佫有相片，老师你看足济哦，互我看者。互恁看，这张嘛是迄个汤姆森翕的。哦，汤姆森有够厉害啊，佫知影行来遮。翕到重点。对啊。你讲对啊，因嘛足厉害。啊，所以在不管是啥物迄个重要的迄个山啦，啊有对有水啦吼，因拢知影。主要是靠像玛雅各传教士吼。因为伊要来遮传教，因对咱遮的这个地理啊、风土民情拢足熟的。哦，对。就了解咱台湾。哎是，啊，在西方的摄影家，迄个摄影以前是迄个高科技行业啊。我迄种迄个地上生活啊，我会当卖相片啊，会当印刷一本去卖啊。啊，所以摄影以前是高科技的行业。啊，所以汤姆森翕的这相片，拢变成。迄个台湾的这个文化资产，最重要的迄个最珍贵。老师，所以咱今日的任务是先拢结束啊？是，咱今日去迄个参观这个大高港，啊，找迄个汤姆森以前行过的所在，没唔对。任务完成。感谢老师。老师，咱后一站要去倒位咧？我甲你讲，恁阁有任务哦，遮了，你爱去对你敢知？唔知啊，你讲。我爱讲。你来去指定的教会，指定教会，这是下一个任务。阿贤，遐有一栋啦，我的确就是咱要找的教会啊。是吧？啊，对啦，了是一个。嘿啦。咱无找唔到所在啊。来，跳楼，行。
看嘛呀，门应该你头前吧？你家？哎呦，来，哎，先让门姐看嘛，好礼貌嘞啦。快快，收掉。安全牌较有防卫。看嘛，看有比别个大门无？哦，这水的呢，这大楼哦。加个一个门，等下有机啊，应该加开一只门。你拢是？好啦，交了后，哎，有人啊，好了，现在我看嘛。人叫一个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我的？哎。